纯叶我可以分给你们，但这圣树本源乃三派根本之所在，是断不能让二位染指的。玄天心疼，怪不得这么两道如此生得下门。圣树纯叶乃我三派至宝，岂能拱手自提？果然是三派高层联手设局。不给你们一个教训，你真以为我们天道盟是合一呢？棋差一招啊！附身大法不对，似乎更为精妙。看来施术之人实力还在基因之上。务必把纯叶带回去。是。天煞诀，哼，凭据化身就想引我煞气反噬。今日老夫定要拖住你。都走了，该行动。